好 ，OK，好没事。好啊，我看了颠倒，看了颠倒想真想真唔过心。好，迄个过心真唔过心的意思是真唔过心就是看袂落去，敢是？毋是，真歹势，感觉真歹势，真哦，嘿，感觉真毋甘，真歹势。哦，好好，我来看卖。早一个，好，真唔过心，诶，代理店无过心，也是会过心的意思。过心，因为伊无法是紧靠，专腔，好好。哦，伊讲是放心安心，对，来记一下。真袂安心啦，吼。哦，好好，了解。真心内是感觉真过意不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好，真袂过，过心，真对，过心。华语的翻译就是真过意不去。好，好，我看了颠倒想真毋过心，因为我讲一句爱伊清气，反反还转互伊做出真济无清气的代志。了解。万一迄双个，万一迄双个若有调度伫地调度，调度是啥物？调度伫地。我点眼者我走去。我来查迄个调度。我调度。调度。即个度敢就是拉萨米亚的意思。我想就是，是毋是毒品啊？嘿，迄个度，嘿，我毋知，较早者我可能就是即个，因为有毒。啊，不过鞋子为虾米鞋子会有毒？鞋啊有毒。所以讲上可能伊即个毒真正毒讲的就是敢若是，即个毒尔，无别个毒啊。系啊，敢若伊是用毒来讲无清气，拉萨米亚。对，嘿。调，安尼所以伊讲调度的意思，就是讲有调拍拉散，有拍拉散，嘿，调度，无即个词嘛吼。系啊，好，系啊，是揣无，看觅。所以台语调度，无，是无吼。系啊。调当然一定有，调甲度拢有啦，所以应该是即个吼，调就是，调，嘿，对，就是哩调。调真歹解说呢，毋过知影意思。即个嘿，是嘿虎，你敢若咧讲虎蝴蝶，调土粉，调油膏，调油膏，大白调，定调，结调我都毋知啥物意思吼。哦，囡仔3号调皮，哎呦，5号调骨。哦，即个调是3号调皮啦吼，3号调皮，5号调骨。即个调拢是即个意思，拢是。哦，就是嘿虎。教囡仔着爱亲昵。亲所以昵哦，了解。 3号你教物件，伫咧皮你5号教到5号，伊拢入去骨内底啊。对，好，啊，有够深安尼。
3号调皮，5号调骨吼。这是另外，这是薰酒无食啉来袂调的健用什么调薰、调酒、调鸦片。哦，这是挂调、好，卡调、卡住了吼，就是挂调，调调伫那后嘿。原来有这个讲法，调伫那后。嘿对，去派出所刷调咧。调咧。是意思讲去派出所早起互关起来，袂当走，袂当离开吼。去试验调头名，去考试摕到第1名吼，调头名。好。坐袂调，徛袂调，啉袂调吼，拢是这个调。好。这调头粉调油膏，就是附着在一层在上面，叫做调。好。一层油膏就是调油膏，一层灰层就是调头粉。调头粉。好。OK。所以咱来食。调毒。毒嘿。毒就敢若拄则迄个毒嘛吼，就是毒品、毒物，poison 嘛吼。所以我咧认为调毒就是顶头调歹垃圾的物件嘛。物件。好，了解。好，万一迄双下若有调毒伫咧包袱内，遐个食物食了，若去破病，也毋惊害也毋惊害。看迄个有令人却是无啥物有着落是啥物意思？无啥物有着落。早者我毋捌听过。有着落，嘿啊，毋捌听过即个词。对啊 ，OK。拢是第8条着落。有责任的意思。无啥物有着落。看迄个有令人确实无啥物有着落。着落无啥物有。无啥物有着落，感觉是无责任感的迄个意思。刚了有着落啦，无着落，完了有着落无？有着落的人，无着落的人，信用确定。好，继续好。无着落，好，继续。好，总是在咱同胞的内底有看见即款人，我实在一时较惨，互人较惨，即个敢若读本调还是变调？一时较惨，互人讲啥的头壳换。一时较惨，感觉迄变读本调，一时较惨，互人讲啥个头壳换。即句我看无意思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我嘛看无。我实在一时较惨，主要是即个惨，毋知影是。好，查看卖好啦。一时较好。伊就是迄个惨啊，悲惨、凄惨的惨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一时较惨，我一时较惨，互人讲，迄个是讲啥个头壳话？伊是讲想要去讲迄个人的头壳，敢是即个意思？毋是好伊去。我知我敢是讲，伊看到即个情形，伊会感觉是比互人讲啥个头壳话较凄惨，就是伊会头疼的意思。是对。原来有即款的句型。嘿，这句型无啥物特别啦，主要是讲，我实在是较惨，互啥物比较惨，互啥物，就是比啥物较惨。
哦，是比什么人较惨？就是这是倒装，但是倒过来讲，倒过来讲就是比互人讲师头壳话较惨。伫台语内底即种讲法吼，ADJ 较惨，吼，后壁就是不啦，安尼吼，就是这个就是比的意思，吼。对，就是即个比即个，毋是较惨，较安怎互啥物？就是嗯，比起后壁即项代志搁较安怎？哦，嘿，好，了解。所以两项即个 ADJ 就 adjective 和后壁即项代志可能是一个对照吼，但嘿，是较啥物表示讲即个比即个后壁搁较严重啊？哦，好好，嗯，好，安尼即句了解意思啊。其实较惨，互人讲三个头壳话，所以会当足侪，会当即个adjective 当然较大个啥物？有嘿，时啊毋是好啦吼，有时啊是较大个啥物？较大个，哦，所以好，较大后过啦吼，壁才会字会用个即个字，嘿，好，较大个啥物？还是较惨互啥物吼？就是较大嘿，个啥物？还是较讲大个，嘿，嗯较较大个啥物？就是比啥物搁较大啦吼。嗯，好，比如讲我伊岁数较大过阮老爸，嗯所以意思就是伊比阮老爸岁数搁较大吼。嗯，好，所以这是是一种足好的这种台语的做句法啦。但是和华语完全无共，所以你若敢若嘿，学华语，学转来台语，可能会即种句型袂晓看无，毋知意思安尼。嘿，好，嗯，了解，对，嗯，好，继续吼。嘿是，较惨，互人讲三个头壳话，好，这是因为伊简单会晓有七十个拉三，我看觅，简单会晓有七十个拉三，袂晓有毒的拉三。嗯，好，迄个七十我爱查一下，七十的好，意思，七十，嗯，真较七十，嗯，好，七十，嗯混乱，嗯，人客真多，较七十，嗯爱七十，嗯，好。那就是真乱的意思吼。好，咁么继续吼，有我是有毒，记得伊即款毒感就是迄个细菌，敢是安尼讲细菌，细菌，毒菌，迄个病毒啦，菌也是病鼻毒嘿，迄款的毒，嘿，嘿，鼻毒，对对对，好，继续，伊是想讲涂刷都已经切起来了。手筋后来洗就会清气，也会啊也会到底翕底涂刷袂捌
着食物，所以伊掠走无要紧，拍算伊敢是想安尼，这是对伊袂晓有毒所致，有毒所致的。了解意思。好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啊，我看了颠倒想真毋过心，因为我讲一句爱伊清气，反正互伊做出真侪无清气的代志。万一迄双鞋若有调毒伫地，包互内遐个食物食了，若起破病，也毋真害。看迄个妇人确实无啥物有着落，总是在咱同胞的内底有看见即款人，我实在一时，我实在一时较参互人讲啥的头壳碗。这是因为伊简单会晓有插杂的拉绳，袂晓有毒的拉绳。伊是想讲涂刷都已经切起来了，手巾后来洗就会清气，也会到底翕底，涂刷袂捌着食物，所以伊才掠走无要紧，拍算伊敢是想安尼，这是对伊袂晓有毒所致的。好，敢继续后一段吼。好，好，内地人不知爱清洁，对因即个性质，我不知大甘心。总是我去内地7年外久，我也是捌看见因的人有无清气的所在。内地人不知爱洗浴了解，不知爱洗浴，所以到倒位都有浴巾，真正济。我也是2日3日去浴巾洗一摆，真趣味。嘿，浴巾嘿，毋是浴巾变做是浴巾吼。是爱有 NG 的音，好，了解 NG 要读出来。这是妇女巾啦吼。了解，我的 NG 要读出来。对。好，浴巾，安尼好，好，我也是2日3日去浴巾洗一摆，真趣味。浴巾是要互人清气的所在，毋过我看见内地人中有袂晓清气的人，是伫遮看见，却毋是讲逐个内地人拢安尼。总是我定定有看见较粗俗的内地人落去浴桶内，落去浴桶内洗的时，常常有人用浴桶水用浴桶水含起来洗喙，哎哟，洗喙也喙内遐个水配点桶外，桶外的人也是有，就安尼配点
配点汤内的也是有，就那啥，呵，有当时啊，也捌看见抱囡仔落去洗，将面部面部温热汤水，甲囡仔洗出的也是有。迄号月经的热水是爸爸种的人洗了的，竟然也为着要互喙清气。这敢若变调互喙，还是互喙清气？互喙应该是变好，应该变调互喙清气，将迄号水来洗。去毋是要清气，颠倒垃圾嘛？好，这段你敢捌来读一遍？好，内地人不止爱清洁，对因这个性质，我不止大甘心。总是我去内地7年偌久，我也是捌看见因的人有无清气的所在。内地人不止爱洗浴，所以到倒位都有月经真正多。我也是2日3日去月经洗一摆，真趣味。月经是要互人清气的所在，毋过我看见内地人中有袂晓清气的人，是伫遮看见，却毋是讲逐个内地人拢安尼。总是我定定有看见较粗俗的内地人落去浴桶内洗时，常常有人用浴桶水含起来洗喙，也喙内遐个水配点桶外的人也是有，就安尼配点桶内的也是有。有当时啊，也捌看见抱囡仔落去洗，将面部温浴桶水，甲囡仔洗喙的也是有。迄号月经，月经的浴水是爸爸种的人洗了的，竟然也为着要互喙清气，将迄号水来洗。岂毋是要清气颠倒垃圾吗？哇，你真是好，继续后一段吼。好，亲像即款人，却毋是讲真济，毋过较济的内地人，若落去热桶内，落去热桶内，就好水起来，洗头洗面，迄个好爱查一个好水的好。恁知迄个动作哦？毋知好即个动作嘿？泼水。泼水。但是含华语的泼水无介相像吼。用一个角啦，敢是用水去护，用手去护啦。用手去护毋是用啥物迄个物件。你要查即个动词，即个动词你要学起来吼。好是即个好用好斗甲水搬出来，也解好。好水入田，好清好落，窟仔水接好。意思讲是有限的钱，常常用一无去。好。
OK， 用后道甲水搬出，叫做后水。OK， 后水，后道。即敢和我即个所了解即个伊的意思，你的印象是无共吼？对啊。来看找台语安怎讲好啊？毋是讲完全无共啦，当然上款是甲水引去另外一个所在，但是伊讲爱用后道，我所知是用手嘛是会使。Marino 是那个 fill water with a bucket or both hands, so as to empty the container. Throw water on someone or something. 这我都讲泼水了吧，就是差不多。应该是就迄个意思。The water， 水，我都感觉安尼尔，无把保有解水。所以后道，其实是讲的是即个物件吼。屁股叫做后道啊，因为后道一直想讲是下巴太近叫做后道。系啊。实际上有一种器具工具叫做后道就对了。我嘛是想到即个，敢是讲迄个有下巴迄款的厚道的人，敢是讲迄个下巴生做亲像即个器具？对，应该是啊，但是我从来捌看过迄器具，我嘛毋知啥物叫做厚道。系啊。所以厚道，我看厚道。我看即嘛人我哪毋知影啥物叫厚道，除了即个讲会害，对啊，无另外迄种物件啊。系啊。但是啥物款无就知啊。OK， 厚道，厚水。而且无图标哪里看，就是水。譬如讲，你摕一桶水，你用手安尼甲水拔出来，这嘛叫做厚水。好。还是讲你伫个游泳池内底，你两个咧佚佗，化水相破，厚水相破。水甲浮起来去相破，厚水相破，这个叫做厚水。是。所以我知影厚水就是这个动作，用手护这个动作。我从来毋知影讲用一个厚套去甲水搬出来，那叫做厚水。好，至少我知影部分是安尼吼。一个。根据这个字典的解说是用厚道甲水搬出来，叫做厚水。好，继续吼。就好水起来洗头洗面，这是差不多人有安尼。对安尼，我就想讲内地人的爱清气，也要顾是浅，了解。因为对这项有毒的垃圾，因也要顾是捌无够。
啊，就问讲，那无去月经，伊是感觉要安怎洗身躯才对？这算是有够清气。就是若是讲伊感觉迄个水是无够清气，啊，就应该都无要去月经，拢等伫家己厝内的水较清气就好啊。我应该是意思是讲，嘿，你这水会使洗身躯，但是袂使用来落喙啦，吼。哦，系啊，用来哦，袂使嘛，袂使来洗面就是啊。也用来洗头毛，嘿，后水起嘿，来洗头洗面嘛，一定安尼无清气。洗面，嘿，哦，来洗身躯才会使，就是嘿嘛是有理。就是因当然因伫咧即个叫做前汤吼，神油吼，嘿，一般迄水是因是身躯拢洗较清气啊嘛，你头毛洗面落喙啥拢伫外口拢清气好，再入去哦，迄个入去，对吧？嘿嘿，伊即嘛即一般即嘛人，即是即嘛基本礼数，应该大家拢知啦。嘿啊，可能迄嘿啊，当应该是爱安尼，迄当阵可能就是并无即个搁概念搁吼。无嘿，搁入去迄个液池啊，是讲迄当阵拢用液桶，搁踮咧内嘿，底洗头毛、洗面安尼，等于哦，迄当阵可能毋知，搁安尼，搁会安尼。了，嘛是吼，呵嘿，啊，呵，即嘛袂啊嘛，你即嘛若真正伫内底洗头洗面嘛，我看嘛人嘛甲你讲。嘿啊嘿啊，是啊，OK，好，来这段我读一下吼。亲像这款人，却毋是讲真济，毋过较济内地人，若落去浴桶内，就好水起来洗头洗面，这是差不多人人有安尼。对安尼，我就想讲，内地人会爱清气，也不是浅浅，因为对这项因为对这项有毒的垃圾，因也不是捌无够。嗯，嗯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，若讲咱的人，就是要较害，咱的兄弟姊妹的中间有毒的垃圾，就变讲就是擦杂的垃圾，袂晓的人是非常多。中国人是甲咱上祖公，所以对即项无清洁的代志是甲咱相款。因为安尼，中国人在今仔日的世界受人看轻真济，咱也是上一样。好，了解意思。这段短短你敢会读一遍？哼，若讲咱的人，就是要较害，咱的兄弟姊妹的中间有毒的垃圾，就免讲，就是臭杂的垃圾，袂晓的人是非常多。中国人是甲咱上祖公，所以对即项无清洁的代志，是甲咱相款。因为安尼，中国人在今仔日的世界就受人看真济，咱也是上一样。好，后一段吼，好，有毒的垃圾甲较杂的垃圾，咱的人两项拢捌无精，应该咱的人差不多着拢找齐整，齐整才对。齐整才对。和这个齐整，我爱来查一下，拢齐整才对。齐整，齐整。哦，哇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齐整，绝整，绝整。这个音我有听过，齐整就无。
坐正。我想讲咱捌学过我坐正，敢若有印象吼，敢若有印象，之前有看到即个书，啊，毋过一段时间无看，就袂记哩。讲啥物物件？袂记哩是讲到啥物物件诶时阵讲到诶。毋是敢若人吼，任何即个物种，包括动物，还是食物吼，坐正，拢是其实我较惯是讲坐正吼。正是你诶腔口，坐正。较早阮自细汉听，还是讲我甲你讲，拢讲坐正吼，坐正。是甲坐正就是绝种，真正是个绝种吼，汉字。断坐。就是咱诶，头壳就是坐正啦，就是安尼。坐正吼。好，了解。继续吼，应该咱诶人差不多拢坐正才对。好佳哉，咱拢无食青米啊，对啦，拢无食青米，拢着过煮过虾，才有食，有啉。对，安尼有倒过煮过虾，过煮过虾，虾茶迄个虾吼，过煮过虾，才有啉。虾茶，我感觉之前倒一个所在听过即个书，虾茶嘿，对，安尼有毒诶垃圾消无去真济，所以才会通较少吸食。迄个吸食是啥物？死就是死嘛，食就是 lost。原来是原来有即个书，吸食。好，记一个，较少吸食。好，继续后一句，讲较少吸食是对情理。你较少项吸食其实要连做伙读。较少吸食，敢是？通较少吸食。你袂使甲断去嘛，因为较少要形容要 modify。是 modify 即个词。好，了解。好，讲较少吸食是对情理上在讲。若论比别大人是假死非常济。咱诶人为着袂晓拉三，平人是真会受。死人请无得讲。好，因为拉三地到摆骹青眉，无喙齿，即款人在咱中间是世界一定济。哎呀，即款怎样对人有雅气呢？了解意思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。好，有毒诶垃圾甲插杂诶垃圾，咱诶人两项拢捌无真。应该咱诶人差不多着拢坐正才对。好佳哉，咱拢无食青米，拢着过煮过虾，才有食有啉。对安尼有毒诶两个垃圾消无去真济，所以才会通较少吸食。讲较少吸食是对情理上在讲。若论比别大人是假死非常济，
咱的人为着袂晓拉三，骗人是真地会受。死人请无得讲，因为拉三滴到白骹青眉无喙齿，即款人在咱中间是世界一定侪。哎呀，即款怎样对人有雅气呢？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嗯，我看咱较无清气无清气想的原因有三个。无清气想，无清气想第三条好，无清气想的原因有三个。头一个是对咱无学问，毋捌卫生；第二个是因为有能人病大无骨力。第三个是因为水毋好，水毋好，阁少。了解。即个做一段也是继续读落去。无继续读好，人无学问，不论对什么都是毋好，总是对卫生的代志，若无学问是直接即时有毋好了解即时有毋好通看见。了解。即个即时敢就是 instant 的意思？对，就是 immediately。好，有毋好通看见。咱因为无学问，所以什么是清气，什么是垃圾，咱袂真。有毒是什么意思，咱袂晓得。直到着了性命，着判上艰苦。毒的内底，譬如亲像细菌迄一种，或是活的物，是真细尾的虫，是人目睭所无看见的，无看见的，也是真正敖，也是真正敖西拖。听见讲，亲像老土种，还是鸟鼠种，即款的毒虫。好，老土种，老土种，鸟鼠种，鸟鼠种了解迄个老土种是啥物？佮老佮土，我即嘛拄则甲你，好，是你迄个种，你读做种，是拄则应无看伫迄个第三条，应该是第三条。好。老土种佮老佮土，佮土好，我来看卖，就是有老骨头迄个镜头个老土种。好，我看卖，我记一个。好，继续吼。老土种还是鸟鼠种，即款的毒虫，一日简单一尾会通变做千万尾。所以人若互即款虫侵犯着，毋免一日偌济，一日外就死。毋免一日外就死。好。了解意思。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我看咱较无清气想的原因是有三个。
头一个是对咱无学问、毋捌卫生；第二个是因为富人人面大无骨力；第三个是因为水毋好阁少。人无学问，不论对什么都是毋好，总是对卫生的代志。若无学问，是直接即时有毋好通看见。我会安尼读啦，通看见。嘿，通看见，嘿，嘿，就是甲通，我嘛毋知为啥我安尼读啦吼，都啊，轻声嘿，对，看见，看是本调，啊后壁两个咧离符，甲轻声看见。咱因为无学问，所以什么是清气，什么是垃圾，咱捌袂真。有毒是什么？有毒是什么意思？咱袂晓得。直到着了性命，着破伤艰苦，毒的内底，譬如亲像细菌，迄一种，迄是活的物，是真细尾的虫，是人目睭所无看见的，也是真正熬生炭。听见讲，亲像落土症，还是鸟鼠症，即款的毒虫，一日干那一尾通变做千万尾，所以人若互即款虫侵犯着，毋免一日外就死。好，咁啊继续后一段，也是后壁一段嘛，短短，3后一段吼。无你读讲啊，有时啊，紧紧啊讲就读个3分钟，好来读。好，永摆较早，在我出世的乡里，嘿，北港，捌一时鸟鼠症真大流行，有一家口5个人，做一礼拜久，死到剩一人。哇，这是因为无知识，袂晓即款毒虫的厉害，袂晓防备，倒来倒去才会安尼。倒来倒去，倒就是血晕染，叫做倒。哦，好，倒来倒去。你讲迄墨水会去倒着什么？哦，我了解，就是污染啊，污秽，对，看的意思。倒一般是安尼讲，伫即只是用来即个讲即个病症倒来倒去。伊有迄个病症的迄个传染的意思，伊讲感风会烧倒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倒来倒去才会安尼。小等我查一下这道理。第二点有受这个第4个意思，感染传染哦。我对啊讲的目水伤水会倒，就是第2个意思。伊迄例句哦，目水伤水会倒。所以你就倒这个意思，安尼就了解啊，形象就明显了吼。是，倒来倒去才会安尼。好，因为倒来倒去才会安尼。好，因为咱无学问，为着即款鸟鼠症，即款毒虫，冤枉死的人，毋知有偌济。好，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？永摆较早，
在我出世的乡里北港，捌一时鸟鼠症真大流行，有一家口5个人做一礼拜久，死到剩一人。这是因为无知识，袂晓即款毒虫的厉害，袂晓防备倒来倒去，才会安尼。因为咱无学问，为着即款鸟鼠症，即款毒虫，冤枉死的人毋知有偌济。好，到这哈。好，大家差不多好，拄好一段。stop